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市一场的大雨，林雅区甲前金区的大路拢有破坑，这个车链拢落落窟仔底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暝伫个面册开直播，身为即届的水灾，向市民来致意。刷来讲，即届的高雄有119个所在来淹水，但是拢伫个一工之内退掉，甚至有一寡所在无甲1点钟就退了。上重要的是，市政府修补过600条的大路。 即届的大雨拢无破坑，更加韩国瑜信心十足。伊希望高雄市民阁互伊1年半的时间来治水，伊保证一定会甲水患连根甲挽掉。我们这一年修了600条的路，600条的路，我们去检查这600条的路，这是好大的，没有一条路有破洞。 上任后，滴塞路平政策真有自信，不过这个画面落大雨了后又搁出现。 路面破一坑，链啊卡条咧袂顶袂动，车主经过前金区这个所在停车，准备好要回程的时，卡条咧真无奈，只好伫边啊等人来解救。边啊有围起偏偏过路人，若无注意会发生危险。林雅区这个迎面路口一坑伫遮，市长拢将焦点放伫新铺的大路拢无破坑，这句话议员嘛甲洗面。 没有出现，是因为韩国瑜马路铺得好，其实不是，只要马路下面的箱涵你有破水没有补好，每次大雨来水压大的时候，就有可能造成泥土的流失。可能也经过豪雨的冲刷啦，污水管线有产生受损。落大雨淹水，桥路破坑，不过韩国瑜希望讲市民各一时间。把淹水治好，可能还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。 邀请高雄市民朋友能够给我们一点点时间。罢免投票时间剩较无2礼拜，地产决定限市府的去留。直播时安尼讲，听得出来，伊拜托市民，可以继续做市长。